大家好，今日係7月7號星期二，咁恒生指數咧喺過去呢兩三日咧就有啲反彈，咁就彈翻上去咧接近呢個23,500點，咁啊其實升升跌跌咧就冇乜特別嘢好講嘅，咁不如今次咧我哋講下人啦，咁因為我啱啱睇咗一個報告咧，就係關於美國總統特朗普2025年咧佢自己本身嗰個投資戶口嘅情況。嗱，咁其實喺早幾集咧我哋都講過咧。喺今年2026年嘅第一季度咧，其實咧都有啲數據出咗嚟嘅，就係話咧特朗普自己委任嘅獨立第三方嘅一啲投資經理咧，就總共咧就幫佢咧就做咗咧3700單交易，咁就平均咧每日都有41單嘅。OK 好啦，咁你覺得哇都好誇張喎，好啊，咁而你再睇翻2025年咧。更加不得了，個數字咧仲更加離譜。好啦，咁其實呢一個2025年特朗普嗰個所謂叫做個人投資戶口嘅情況，嗰個報告出咗嚟咧，咁其實咧就大家一啲都唔意外嘅，就係咧肯定交易好多啦。咁多成點咧？其實咧特朗普咧就委任咗咧8間獨立第三方嘅投資顧問或者投資經理咧，幫佢處理佢自己私人嗰個投資戶口。咁佢個仔咧就 Eric 咧，亦都喺呢個社交媒體度 Twitter 嗰度咧就發表聲明，就話咧其實佢哋家族咧完全冇掂手呢啲所謂叫做投資，完全都係咧委託獨立第三方去做嘅，任何家庭成員都冇參與。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哋睇下特朗普呢8間嘅投資經理究竟做咗啲咩咧？咁總數咧喺2025年咧，喺特朗普名下嘅戶口咧，嗰個總交易嘅嗰個單數咧，其實就超過21,000單。咁平均咧每日咧有85單，咁啊都幾活躍喎。好啦，咁你話雖然分咗係8間，咁你唔知邊間，唔係間間都日日做咁多，或者大家好似打麻雀咁啊輪流嚟咁啊，東圈你，南圈我，西圈係你噶嘛。好啦，睇翻入邊嘅細節咧，喺報告入邊咧，如果係嗰個交易額低過$1,000等值嘅咧，就唔包括嘅。好啦，咁你發覺咧，其實喺佢呢21,000單交易入邊咧，其實佔最多係咩咧？就係1000至到15000呢個咁樣嘅 range 入邊嘅嗰個交易。好啦。咁呢個咁嘅交易咧佔咗差唔多係超過1萬單嘅。好啦，咁咧跟住咧就第二多咧就係對上一級啦，15000以上嗰啲啦。好啦，咁越大額嗰啲就越少嘅。咁如果你咁睇咧，其實就話如果係$1,000至到呢個15000至$20,000一單嘅 transaction value， 即係個單價嘅咧，其實已經係差唔多係去咗16000幾單嘅啦，佔佢呢個25000嘅絕大部分嘅。好啦，咁喺入邊咧就啲交易咁亦都會報告一啲比較詳細啲嘅資料嘅，咁就包括咧就話特朗普雖然聲稱佢咧完全冇參與咧，但係咧就好巧合地咧喺呢啲咁嘅投資經理入邊咧，如果係距離佢一啲重要政策嘅公佈前一日，或者個政策出咗嚟之後嘅陸續嘅幾日咧，一段時間咧，咁其實個交易量係特別多嘅。咁其中指出咧5月2號啊，即係佢宣布某個政策之前咧，咁基本上咧有600幾單 transaction。好啦，咁喺某一個政策公佈咗之後咧，亦都有咧平均400至600單。咁你好明顯地咧，就咧喺個政策有轉變或者一啲重要消息前後咧，其實佢啲投資經理就非常之醒水嘅，咁啊即刻咧知道要做乜嘢咧，就特別咧加大嗰個量去做啦。好啦，咁頭先提到啦，咁如果你話$1,000即係等價值以下嘅交易係唔計嘅話咧，咁如果呢個數字可以有得即係發掘或者可以拎出嚟報告咧，我諗肯定係多過頭先我哋講嗰啲1000以上至10000嗰個數嘅。好啦，咁可能咧有幾萬單都不特止，因為嗰啲唔使報嘛，咁做多啲都唔怕嘅。好啦，因為等於而家即係美國有條例咧，就係如果你入屋又去鋪頭度搶劫咧，咁喺美國西岸咧加州啊三藩市咧，如果唔超過$1,000嘅咧，咁其實就唔使坐監嘅。OK 啦，咁呢啲嗱你想象下咧，咁大家唔係去到嗰度唔係停咯，睇住嗰個價目表嚟到搶啦，係咪先？咁我諗呢個情況咧，同樣都會發生咗咧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嗰個叫嗰啲投資經理嗰啲交易入邊，就話咧 below 低過美金$1,000等值嘅交易咧，應該個數量都頗多或者非常之多。好啦，咁我哋又唔係眼同人哋賺錢嘅，咁人哋賺錢都開心嘅。好啦，咁喺呢個報告入邊咧，特朗普就公布咗咧，就話咧佢透過一啲相關嘅可能係呢個虛擬貨幣或者叫做咪咪即係佢自己話有啲特朗普嘅貨嗰啲發嗰啲發行嗰啲咁嘅虛擬貨幣咧，咁其實佢喺相關嘅嗰個交易嗰度咧，
都賺咗咧，喺2025年咧都賺咗1.4個 billion 美金，即係14億美金啊，都非常之驚人嚇咯。好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做完呢4任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咧，佢嘅財富嗰個總量咧，肯定都增加咗唔少噶啦。好啦，咁雖然佢話係一啲叫獨立第三方啦，咁但係睇翻頭先我哋報告入邊嗰個交易嘅數量啊，或者一啲叫細節，或者喺啲重要政策公佈前後個交易量特別飆升啊，嗰樣嘢咧，或者每次佢哋都係非常之準確捕捉到嗰個市場嗰個份額啦。咁亦都有啲資料顯示咧，佢同一隻股票咧，透過唔同戶口咧，即日買賣都發生過好多嘅，即係話咧買咗可能某一個數目，跟住就喺第二個戶口咧就拆翻幾單細嘅同價走翻就沽翻出去。咁呢種交易又唔知有咩作為啦。好啦，咁所以變咗咧，整體嚟講，如果你話唔係一個叫做insider trading 咧，咁咧我諗嗰個可信性咧就相對比較低啲。咁所以佢其實如果你講一個知名人士或者以一個身居咁重要位置嘅人咧，咁呢個其實咧都值得即係話咧我哋諗下咧，因為美國人就覺得佢冇問題嘅，咁公佈咗咪公佈咗咯，有合規合法嘅係咪先？不過咧實際上咧，我諗佢喺嗰個重要消息嗰度咧，或者佢身邊嘅朋友咧，同佢嗰個有傾過偈嘅咧，其實都獲益不少嘅。OK 啦，咁講完特朗普咧，就講翻我哋香港。咁講到人哋賺錢，我哋開心啊嘛，係咪先？咁香港我哋其實有冇得賺咧？咁恒生指數咧，咁全年計啦。咁去到我哋之前嗰個23,000邊嗰度咧，其實全年計就跌咗差唔多係接近11%。好啦，咁呢幾日反彈咧，其實就幫唔到幾多嘅。咁我哋之前都有一集講過咧，其實咧就係話嗰個香港對於喺嗰個 AI 嗰個熱潮下邊咧，其實恒生指數咧真係咧冇乜着數，因為咧我哋嗰個恆生指數個成分股個比重啦，或者一啲股份嘅一啲叫做類別咧，都唔係真嘅科技股或者 AI 股，咁所以呢度其實就蝕底咗嘅。似乎咧喺呢個資本市場方面咧，我哋其實就冇乜着數，但係咧原來咧喺實體經濟方面咧，我哋唔係冇着數，我哋都有錢賺喎。因為根據呢個貿易發展局最新嘅數據咧，咁其實香港咧喺今年頭5個月咧，佔咗中國嘅出口2390億入邊咧，其實超過57%咧，都係咧透過香港去做一啲叫做半導體啊，或者係一啲叫做電子零件啊。一啲可能傳訊嘅通訊工具嘅輸出咧，其實香港咧係有做到嘅。咁而 S&P 咧亦都咧上調咗香港同台灣咧2026年嗰個 GDP 嘅增長。而個原因就係話咧，香港同台灣都係受益於咧嗰個叫做 AI 嗰個熱潮，一啲叫做芯片啊，或者係一啲科技零部件嘅一啲叫出入口嗰啲數據啦。咁你睇翻其實咧，香港佔中國啊，即係同中國做生意佔我哋香港整體嗰個出口入口嘅數字咧係超過一半嘅。咁呢度就反映咗咧，其實咧雖然有一啲叫做外國嘅制裁中國一啲科技公司，或者唔俾買投資某啲股票咧，咁但係咧香港亦都咧可能咧利用咗我哋本身一個比較優勝啲嘅一個可能係一個金融系統，包括我哋嗰個資金出入啊、匯款啊，同埋咧我哋香港其實咧喺嗰個空運方面個能力都非常之高啦。咁如果呢方面咧，就對於呢啲叫做高附加值嘅一啲產品咧，佢哋唔係透過海運，唔係透過其他陸路運輸咧，咁其實咧嗰個貿易咧都做得非常之蓬勃。香港貿易發展局咧就上調咗咧香港嘅出入口嗰個生意額咧，今年同舊年對比咧係增加咗20%嗰個 forecast 嘅。咁即係話咧都睇好。咁而香港實際上咧喺嗰個叫做實體貿易方面咧，都有得益於即係呢個叫做科技或者 AI 熱潮，只不過咧就唔係反映咗喺我哋嗰個恆生指數或者係嗰個資本市場方面，因為咧係實實在在咧真係靠呢啲叫做出口入口個運輸貨物個交易咧去做咗個效果。咁香港都有賺嘅，不過就俾到一個叫做更加清晰或者實在嘅一個 picture 出嚟，就香港究竟喺邊度賺到錢啦。OK 啦，咁講翻呢個資本市場啦，咁其實而家咧我諗 AI 仍然係主導晒即係全球嗰個交易啦。咁咧亦都咧就有一啲琴日啦7月6號啦，咁咧就韓國啦，咁就SK 海力咧亦都正式咧就喺呢個 Nasdaq 嗰度即係做咗一個美國預託證券嘅上市。咁個集資額咧亦都係咧 Nasdaq以外，即係唔係美國本土公司，海外公司咧嗰個額度係最大，係290億美金。好啦，咁同一時間咧，琴日咧南韓亦都有一個措施係關於南韓環個交易。咁大家都知道咧，南韓咧其實亦都係實施咗某種程度一個叫做外匯管制嘅。咁過往咧其實咧就佢哋嗰個南韓環呢個外幣即係個貨幣市場咧個交易咧都只限於佢哋本土嘅時間。咁而家咧喺7月6號之後咧就全面性開放啦。
就一日1至5啦，咁咧就24小時嘅。OK 好啦，咁變咗咧其實咧呢度咧就促進咗咧就話咧南韓佢想作為趁住佢哋自己嗰個芯片嗰個出口非常之蓬勃啦，亦都吸引咗好多海外投資咧。進一步擴闊佢哋開放佢哋嘅金融市場，令到南韓咧喺呢個叫資本市場嗰個參與程度或者個話語權咧係多咗。咁呢度咧似乎咧就好似有百利而無一害啦。咁但係實際上咧喺韓國嚟講，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個股市升咗差唔多1倍以上咧，咁其中最大嗰個板塊都係因為 Samsung 啊、SK 海力士佢哋做芯片啦，好啦，咁所以令到佢哋喺嗰個貿易盈餘方面咧，咁亦都咧亦有一個比較大幅度嘅增長，咁截至到去5月底咧，咁其實個貿易盈餘都有1040億美金嘅，好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喺個資本流出方面咧，佢賺到錢啦，但係咧南韓本土嘅機構或者個人投資者咧，亦都大力咧投資海外，咁咧就係整體個資本流出咧都有咧差唔多係60個billion 600億美金，咁所以變咗呢度咧，大家睇到就係咧南韓整體嚟講咧，我哋淨係見到佢嗰個股市非常之好啦，咁就個芯片類做得好強啦 ，OK，咁但係同一時間除咗股市好之外咧，南韓圜嘅幣值咧。其實係跌嘅，即係對美金嚟講，咁其實全年計咧，其實都有差唔多係9% 嗰個跌幅啦。咁情況同日本好相似啦，都係股市強而嗰個本身個貨幣好弱，好啦。咁如果 AI 呢個咁樣嘅板塊，而家喺個基建方面咧，即係芯片類製造咧，包括 NVIDIA 啊、AMD 啊、美光啊、呢啲咧全面咧就報出嚟嗰個台積電啊，報出嚟嗰個業績咧都非常之好，即係話咧製造呢啲芯片係真係訂單又多到做唔晒，又個 profit margin 非常之好，因為咧有需求好啦。咁但係如果對上一層咧，嗰個AI 嗰個智能嗰個研發啊，芯片類一啲可能係嗰個一啲可能係進一步嘅可能係點樣應用啊？可唔可以令到呢個 AI 嗰個 model 可以真係發揮到佢哋嘅效能啊？產出咁多咧？咁其實呢度都仲有一個問號，因為大家知道嗰個數據中心又好，或者研發 AI 咧，投入嗰個量嗰個資本都非常之多，所以直至今日為止咧，呢個 OpenAI 啊、Anthropic 啊，呢啲都係輸緊錢嘅。只不過咧，大家對於嗰個前景咧就好睇好，咁所以咧幾多錢咧佢上市，大家就一窩蜂去到 subscribe 佢哋啲股份啦。咁如果喺更高一個層面嘅應用或者嗰個實際嗰個經濟效果方面，嗰個收入唔能夠達到預期咧，咁其實而家美股嗰個所謂叫做 AI 科技股或者嗰個科技板塊都係靠呢啲叫做芯片製造類股份，每一次出嚟咧嗰個業績咧每季度咧都係贏過之前好多啦，大幅度增加盈利啦。好啦，咁呢個咧其實就變咗大家嗰個股價係已經靠咗每次佢都創新高，係啦。咁如果之後嗰個fall 或者個情況係有變嘅話咧，咁一個調整其實就可能會出現，只不過咧喺呢個調整當中咧，似乎因應翻而家個美元嗰個強勢啦，同埋咧美國聯儲局嗰個立場，咁大家覺得咧嗰個美金咧仍然係全球一個叫吸金嘅一個磁石嚟嘅，咁啲資本咧就唔會大幅度流走於美元市場以外。咁如果真係有調整嘅話咧，可能都係呢個由美股轉入美債啦，或者去由美股個板塊入邊咧，就由 AI 板塊轉去一啲傳統嘅可能係金融類、銀行類或者係資源類嘅股份入邊咧，就多過咧其實就流去其他一啲可能係歐洲、亞洲區新興市場呢啲。咁所以咧個美金強勢可能都係短期之內咧主導咗整個投資市場嗰個氣氛，亦都值得大家咧就係密切留意嘅。